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。早晨，翻工時間唔經唔覺，早上嘅9點34分，呢分鐘繼續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邊最新交通情況㗎吓。好，睇翻港島區，咪港島告士打道過現時龍尾灣仔運動場嘅，而隔籬快石跑馬地同埋北角方向呢，長翻啲㗎吓，條車龍呢就排翻呢個稅務大樓㗎。另外東區走廊落紅隧加埋落中環龍尾怡東酒店，睇埋香港仔隧道過海啦，呢分鐘係回復暢順嘅，落灣仔少少車龍去到管道口，不過無需要間封㗎吓。另外西區干諾道西天橋落翻中環交易廣場嗰邊噶，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油站，另外加士居道過海排翻去女童軍總會嘅灣位啊吓。渡船街天橋向翻紅磡駿發花園，咁啊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呢，龍尾康莊道橋底嘅。新界區獅隧出九龍較早時公路嘅壞車已經搞掂啦，連埋呢個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呢分鐘都係暢順嗰隻噶吓。啊唔係嘛，頭先聽到你哋講話兒童醫院政府都唔想起啊，政府又搞乜鬼嘢啦吓？唉，真係應該做唔做，唔應該搞佢就搞啊！搞少幾場咩天馬南蘇啊，搞少啲泳彩咩幻彩泳啊，唔係幻彩詠香江，唉爭啲。係啊，我差啲想講，我呢唔講啦，唔出得街添啊！唉，真係啊，真係放少幾場煙花就喺翻度啦，係嘛？唉，仲雖然有人贊助勞師動眾，你嗰度市民俾得錢少咩？仲有啊，自從10月1號海難事件啊，政府以後國慶唔該取消放煙花添啊！睇翻呢幾日嘅調查委員會嗰啲新聞啊，真係心都傷埋啊！你有冇聽過叫有海難派十字車去救人？真係離譜啊！咁點樣喺運邊度等緊係嘛？真係水警輪佢唔派多幾隻，真係唉！好啦，揸緊車各位請緊記啦吓，保持警覺，安全駕駛啊！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，活現在眼前。